桃園機場有15%的旅客坐商務艙，唔是坐經濟艙。為着要提升到通關的速度，所以桃園機場打算要來設置非經濟艙專屬的通關。手機開滿香花，即馬當是日本的香花季，濟人攏飛到日本耍。機場的旅客一間叉，求其要換領卡，報到櫃台到人山人海。即馬桃機證實，未來唔是經濟艙的旅客，可能有愈便利選擇，就是加入安檢和移民查驗的快速通關的服務。這樣子的措施呢，是有助於一些高端旅客他們的一個商務往返，因為這些高端旅客呢，他們重視的其實不見得是多一份的備品，多一份的餐點，而更需要的可能是時間。專家講，桃園機場唔是經濟艙的乘客，差不多佔15%。等於大港府成萬人未來會當針對坐商務艙等等的旅客加入快速通關的服務。畢竟根據資料顯示，2025年桃園機場規年的客運量已經恢復到疫情之前的水準，嘛達到大型國際機場的標準。以其他大型國際機場來看，倫敦、日本、泰國攏已經加入快速通關的配置。排隊時間為幾點鐘，減到剩5分鐘到10分鐘。市場如果有需要的話，就是這樣子。這些錢我覺得可以留下來做其他更好的事情。做那一種商務艙的人士，通常都是可能一些比較高階主管或者是一些大老闆。那他們如果說為了一些就是說生意上往來，他們需要快速的去到達他們的目的地的話，我覺得這樣做是 OK 的。未來的快速通關敢會推縮，要安怎推縮？桃園機場會擱再研究。不過專家講，快速通關對着國際卡鋪，對機場的評比會加真濟分數。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